咁歡迎各位咧參加我哋青年學院中3至中5離校生升學出路座談會。咁我哋今日咧下晝會有好豐富嘅節目安排咗俾大家嘅。咁我哋首先介紹下我哋座談會嘅流程。咁我哋咧今日咧就會有一個嘅一個對談咧，就係關於新世代如何裝備職場 AI 技能嘅。咁我相信咧，大家都知道，隨住 AI 嘅科技發展咧，對職場都可能會帶嚟一啲改變，亦都想知道年青人應該點樣裝備自己咧，配合呢一個潮流。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好高興邀請到嘉賓咧，為我哋喺呢一方面咧介紹更加多嘅資訊嘅。咁完成咗對談之後咧，我哋會有一個 BPC 嘅升學出路選擇介紹啦。之後我哋會介紹青年學院嘅職專文憑、職專國際文憑，以及我哋26-27學年嘅入學收生流程。完成整個講座之後咧，我哋會有一個答問環節嘅。咁喺大家嘅座位裏邊咧，已經有一張問題紙。如果喺成個過程裏邊大家有提問的話咧，歡迎大家將你嘅問題留喺問題紙上邊。咁我哋嘅職員咧就會隨時咧係收翻你嘅問題，留待最後嘅環節咧一一解答。咁完成咗答問環節之後咧，我哋都會有2個唔同嘅活動嘅。登記咗嘅出席者咧，可以係參加我哋嘅導賞團啦，了解我哋九龍灣青年學院嘅教學設施。而餘下嘅出席者，如果有問題想問，甚至乎有一啲同報名有關嘅查詢咧，都歡迎大家留喺呢一度咧，我哋會為大家解決你嘅問題啦，或者係提供更加多嘅資訊嘅。好啦，咁我哋事不宜遲咧，就進入第一個部分啦。咁嚟緊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叫新世代如何裝備職場 AI 技能嘅對談。咁今日咧，我哋好高興咧，就邀請到咧聯想電訊盈科企業方案區域營銷科技主管楊仕南先生 Carrie 咧，為我哋介紹呢一個課題。咁 Carrie 咧係資深嘅營銷科技專家，曾任職多間初創、4A 廣告公司，協助跨國企業咧進行一啲嘅數碼轉型嘅工作嘅。咁而家咧，我哋就邀請Carrie 咧為我哋介紹相關嘅活動啦。咁我哋呢一個環節咧就會由我哋青年學院咧市場推廣主任咧為我哋咧係主持嘅。咁啊，交俾2位。大家好，歡迎大家今日出席今日嘅對談。我哋好高興邀請到營銷科技嘅專家 Carrie 同大家分享一個好貼心嘅題目：人工智能 AI 會點樣改變未來嘅職場？而新世代嘅年青人又應該點樣裝備好自己呢？首先 Carrie 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點睇 AI 嘅發展，同埋點解年青人要特別關注 AI 呢？AI 即係講到旅遊發展啦，咁其實頭先喺台下都同即係一啲已經早嚟少少嘅嘉賓其實有傾過下呢個話題。其實 AI 呢一樣嘢咧就唔係呢幾年先出現嘅，即係喺講幾十年前已經有嘅。咁啊其中一個新少少嘅流派啦，咁啊叫即係 generative AI 咁樣啦，就 under 一個係 large language model 嘅東西咁樣啦。咁其實大概喺即係幾年前就一個比較嶄新少少嘅突破啦。即係而家大家經常聽到嘅係例如係 ChatGPT 啊嗰啲咁樣啦，咁所以由於佢突然間有一個新嘅研究方式，有一個咁樣咁即係爆發式嘅突破啦，令到近年咧 AI 呢樣嘢好似令到大家都即係耳濡目染都會經常聽到呢個 terms 咁樣啦。咁所以 that's why 亦都好多唔同嘅企業啊、學校啊，或者係即係生活普羅嘅大眾啊，都應用緊啲 AI 嘅。咁未來咁其實由3-4年前開始就係人嘅視野啦，去到而家啦，咁其實每年佢個迭代嘅速度都係非常之快嘅，即係由佢一出嚟可能3.0啊，咁其實而家已經去到即係可能4點幾甚至係5點幾啊咁樣嘅一個嘅即係增長速度啦。咁所以其實年青人去學習呢一樣嘢，其實係一個非常好嘅契機嚟嘅。Carrie 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啦 ？AI 喺職場上主要係點樣應用咧？咁講到即係 AI 嘅應用啦，咁其實主要嚟講其實即係我哋講一啲比較 layman 少少嘅一個嘅scenario 嘅場景啦。咁其實我可以講就即係幾個方向啦。咁就主要係圖文影音圖就好容易理解啦。咁大家可能喺網上都成日都見到好多啲 AI 圖嘅。咁例如最簡單嘅就係可能你影一張相，咁你同 AI 講嘢咧，咁可以幫佢着一件新嘅衫啦，可能聖誕衫啊，或者係啲新年啊嗰啲衫啊，咁成件事其實令到成個 design 呢個嘅即係行業啦，咁即係如果即係台下有一啲即係設計師嘅朋友或者中意畫畫嘅朋友啊，我相信呢樣嘢應該係都幾 amazing嘅。可能以前你需要慢慢去諗個
構圖係點樣啊，然之後可能打開個 Photoshop 或者打開個可能係其他嘅繪圖軟件啊去做呢件事啦。咁依家其實一句嘅 prompt 啊同 AI 溝通啦，就已經可以生到張圖出嚟啦。咁至於其實文字係點樣咧？咁即係內容創作啦。咁就係以往可能你有啲朋友可能你想即係想做記者嘅咁即係記者就你去採訪之後就多數都要就嘥個稿出嚟，然之後就喺個媒體上面發布啦。咁AI 嘅出現就令到其實喺一個內容創作啦、寫字啦，亦都係快咗好多，亦都係你同個 AI 去即係對話啦。咁其實你俾咗大綱佢，俾咗一啲重點佢啦，咁其實好快已經可以幫你做到啲文稿嘅生成啦。咁 apart from that 啦，咁即係影像啦。咁其實影像喺3-4年前即係 AI 啱出嚟嘅時候，都有啲公司係專攻影像嘅，當時都係俾人詬病嘅。咁全球上一啲即係比較知名啲嘅汽水公司啦，咁當年其實都有即刻就用一啲嘅 AI 去生成一啲嘅即係廣告店嘅一啲嘅即係影片去做宣傳片啦。咁嗰陣時係即係相對嚟講係比較生硬啲嘅。但係其實呢幾年不斷咁變化啦，咁亦都去到近呢幾個月都有啲新嘅突破啦。咁國內一間頭部嘅 AI 公司啦，都即係出咗個新嘅 model 啦。咁大家可能喺呢個社交媒體上面都見到，可能即係有啲政要嘅，可能喺個擂台上面打拳啊，或者可能有啲即係電影人物突然間就去跨咗時空中間有啲交流啊。咁呢啲就係一啲即係影片上面嘅一啲嘅即係應用啦。咁另外即係可能講一講就係可能音頻亦都係類似啦。咁如果大家有聽過就係其實依家咧 AI 又可以幫你寫歌喎。我諗台下即係咁多年青朋友，大家都中意可能聽歌啦。咁可能聽流行曲啊，聽電子音樂啦。咁其實依家連音樂都係被 AI 生成，即係歌手嘅聲紋可以俾人去克隆啦，跟住就去做呢個音樂創作啦。你都係一個 prompt。咁佢可以幫你生成嚟係 jazz 啊、rock 啊、metal 啊等等好多唔同嘅呢啲音樂風格嘅一啲嘅音樂咁樣啦。最後啦，甚至乎去到 program 咁依家都好興一種叫做即係氛圍嘅個編程嘅一個方式啦 ，vibe coding 啦。咁就係以前可能你去寫曲咧，咁你係真係要逐行逐行慢慢寫嘅。咁然之後你中間可能即係只有一個走神咁可能寫錯字啊或者點樣，咁就會出 error 啊、有筆啊咁樣。但係其實依家你都可以一個 prompt， 然之後就直接用一個即係自然嘅語言啦，咁去同個 AI 對話，咁然之後同佢講話，我想你幫我生一段 Python 嘅曲出嚟喎，咁我應用係點樣喎？咁你都唔需要話好需要理解中間嗰個原理係點樣啦，咁佢已經可以幫你生一段可以run 到一啲可能係 machine learning 嘅一啲嘅曲出嚟嘅，咁令你去做嗰啲數據嘅處理咧，其實係快咗好多嘅。咁有好多唔同嘅應用啦，咁要講到即係地老天荒都得嘅。咁我相信咧，好多年青人都好關心啦 ，AI 對未來職場嘅影響，邊啲工種會較易受到 AI 衝擊咧？咁如果要講到即係受 AI 衝擊嘅工種啦，咁我會覺得有幾個唔同嘅範疇啦。咁最主要就係一啲係好 structured 嘅一啲工作啦。咁其實即係有一個即係知名科技巨頭嘅全球首富啦。咁曾經有講過啦，其實依家好多即係人嘅工作咧，都係啲係重複勞動嚟嘅。佢係一個好即係指定嘅 guideline 裏邊啦。咁有一啲好鮮明嘅一個嘅即係 SOP。嘅一個標準流程去做一個作業啦。咁呢啲嘅話，其實就係好適合去俾即係好適合嗰啲可能係機械人啊或者 AI 係去優化係咯，即係包括啲標準嘅流程啊，或者係啲規則好明確啊。咁同人嘅即係交流唔需要太多嗰啲工種啦。咁邊一啲工種會衝擊比較細咧？講到衝擊細嘅工種啦，我覺得即係亦都係即係依家人類佢嘅即係比較掌握到比較即係特別啲嘅地方啦，就係其實 AI 好多時候咧，啲人覺得AI 其實係咪做緊創作呢一樣嘢咧？但係其實實際意義上其實 AI 唔係做創作因為 AI 其實如果你理解特別係生成式 AI 咧，其實佢個原理佢係喺唔同嘅字詞之間啦，佢係不斷去估下一個字點樣先係最適合嘅。其實佢可能都唔知自己係啱定錯嘅，所以其實有陣時咧你問佢啲好 personal 嘅問題啦，佢答出嚟嘅答案咧好似好真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真係了解呢個 domain 咧，咁其實你就知道其實佢係喺度作嘢即係呢啲係幻覺嚟嘅啫咁所以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咁其實即係 AI 你都要了解到就係佢其實佢嘅運作原理佢唔係做緊創作佢只不過即係做緊一啲字嘅生成砌詞嘅啫咁所以你真正係需要去到用creativity 啦，係去做創作啦，或者啲好體驗性嘅嘢係做唔到嘅。
而另外一方面咧，就真係可能係一啲好 human touch 嘅嘢啦，就係咁我要同人之間for example 我要有一個即係心理諮詢師好了解你嘅心裏面諗乜嘢嘅嚇。咁 AI 佢可能未必可以好即係俾到一個好 human touch 嘅一個嘅關懷你。even 佢可以俾到好多好專業嘅一啲嘅知識俾到見解你咁樣啦咁當然啦，仲有啲係好即係1分鐘內要去作出好多唔同複雜決策嘅嘢咁樣啦因為始終決策即係舉個例子啦，可能你捉你捉棋咁樣啦你捉棋你個決策嘅話咁其實即係如果你所有嘢都係發生喺個virtual 或者係棋盤上邊，咁你當然可以啦。但係如果你好多決策其實係人同人之間同好多實體之間係交互啦，咁其實你都要係收到個決策之後啦，咁去輸入落去個電腦裏邊，等電腦再翻出嚟，然之後你再 get 佢個 feedback， 然之後再輸入落去。咁如果你要去require 你係一個 real time 嘅一個 decision 咧，咁其實 AI 呢方面都係爭少少，因為始終佢冇辦法取代你同呢個現實世界嘅交流。咁我可唔可以講下未來職場嘅生態會係點㗎？咁至於講到去呢個未來職場生態上邊啦，我相信啦，咁其實依家大家都有聽㗎啦，咁好多企業裁員啦，咁但係其實即係 at the same time 好多企業都即係加碼請人啦，咁即係視乎佢嗰個企業嘅經營係個策略係點樣啦，即係每次有新嘅技術出現啦，咁例如你講可能工業革命或者係其他唔同嘅時代嘅變化，咁其實呢個都牽涉到好多唔同嘅即係社會嘅變遷嘅，咁呢個一定會發生嘅。咁而隨住呢個科技不斷咁嘅發展啦，咁其實即係未來即係可見嘅就係其實即係你不可避免嘅，即係依家其實啱啱出嚟 AI， 咁其實好多即係可能係企業或者好多唔同嘅學校同唔同嘅場景都會話我係咪要禁 AI 咧？我唔俾你用 AI 咧，或者甚至乎我係咪要告呢個用 AI 嘅人咁樣咧？但係其實即係隨住呢個即係技術越嚟越發展成熟啦，其實好多當初即係抱住呢一個立場嘅人啦，咁其實依家你見到其實佢都會開始有啲轉變啦，就係因為見到個技術嘅發展啦，其實佢係即係一路向前嘅，即係佢唔會話因為我告你啦，或者我去擋住你啦，而令到技術唔發展嘅，因為人永遠都係追求緊一個更加美好嘅未來咁所以其實未來只會有更加多就係人同 AI 點樣協作點樣去互動咁樣咯。咁喺未來嘅職場咧，邊啲技能咧係好重要咧？咁至於講到未來一啲即係重要嘅職場技能啦，我覺得其實有幾個部分嘅。咁首先當然就係喺個 technical 上邊啦，咁你要即係好好裝備自己啦，咁了解即係其實你嚟嚟 AI 頭先我講啦，咁好多唔同嘅流派，咁你可以真係去研究，即係我當淨係講 AI 先啦，你可以研究 AI 呢嚿嘢本身係點樣整出嚟啦，點樣 optimize AI 咯。亦都係研究就係AI 個 application 係點樣咯。我相信其實即係呢個世界上唔會話真係好多人去研究 AI 即係個背底係點樣咯，亦都冇咁多嘅一個工作需求。而家多嘅需求就係要點樣將 AI 呢樣嘢派去唔同地方啦。咁舉個例子就係頭先我講話 AI 可以攞嚟做圖文影音，可以攞嚟做編程等等咁樣啦。咁例如其實大家即係今日嚟青年學院都見到青年學院好多唔同嘅課程咁其實佢都即係我相信喺課堂上面，大家即係可能老師都會教你即係可能用 AI 如果去做即係 production 去剪片點樣去剪快啲等等啦。咁如果你興趣本身咧係做呢啲嘅圖像創作嘅咁其實即係工具呢樣嘢其實就不斷咁變㗎。可能30年前你揾可能 G-Wave 咁20年前你用 Photoshop 可能10年前你已經用其他只不過就係始終佢都係 match 你嘅專業啦。因為其實例如我做一個圖像創作咁始終我要有個即係審美喺度，即係我對呢樣嘢我覺得人係靚或者人係咪會中意呢樣嘢因為你 AI 佢只係一個工具嘅，幫你去創作出嚟。咁所以其實就係一就係即係你嘅興趣喺邊度啦，二就係你點樣用呢個工具啦咁然之後將呢樣嘢結合咯，就喺個技術上面啦。咁至於另外一個我覺得即係都幾重要嘅就係除咗我個 technical 上面我識得玩 AI 呢一樣嘢啦，咁亦都喺我自己嘅 expertise 上面嘅 domain 啦，我可以做咗個 AI plus 嘅一個嘅即係 mechanism 嘅 combination 出嚟咁樣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當然啦，咁就係都係離不開就係啲 soft skill 啦。咁就係點樣同人相處我係咪一個好embrace the future 或者係我可以好 real time 可以去做一啲即係問題嘅分析同埋一啲同理心
同埋可能係 lead team 去做嘢咁樣咯因為我自己好相信啦，就係即係 even AI 點發展啦，咁因為社會始終都係即係由人構成嘅，咁 under 即係 leadership 點樣可以即係帶領一班人去做啲更加多嘅事情啦即係由即係以往可能即係咁講啦，即係你如果有睇過一本書啊，叫做即係呢個嘅人類簡史啊，你去睇其實即係人類其實一開始其實喺即係可能山頂上面一堆猿人啊，跟住之後聚埋一齊有部落啦，部落之後可能有國家啊，有種族啊，然之後 whatever 咁樣啦。咁人就係因為人同人之間聚埋啊，然之後喺個 leader 嘅 leadership 之下，咁就發揮超過一個人佢嘅能力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呢啲 soft skill 就係佢比 AI 更加重要嘅東西。咁未來嘅職場趨勢啦，邊啲行業會比較需求咧？咁至於講到職場趨勢咁樣啦，當然就離不開咁頭先講啦，就係一啲即係 technical 方面相關嘅嘢咁樣啦咁我成日都覺得就係其實你去做一個learning 啦，咁其實一個 T-shape 嘅 learning 好重要，就係你有個自己一個好 fundamental 嘅一個嘅book 嘅 knowledge 咁咩都有啲啦，然之後你就係有個比較 deep 少少 expertise，就係你喺某一個 certain 嘅一個領域咧，你係行得更加比人哋深嘅。咁你就既廣又深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你可以睇到啦，即係你即係 fundamental 嘅技術能力你要有啦。咁可能如果你對於即係技術佢非常之感興趣，你可以喺技術走到好深啊。但係喺 in between 就係你都要就了解就係其實除咗技術以外，咁頭先其實人同人之間你嘅交互係點樣啦？因為我當你技術走到好深啦，咁我當你可能你 AI 已經好專精啦，咁你喺個 modeling 上面好強啦。但係其實唔係喎，咁其實你成為 AI，你去到追溯翻上游啊，咁你 infrastructure 嗰啲 hardware 嘢啊，咁其實佢都係關事嘅。人始終個時間有限，你需要依賴個分工，令到成件事係更加 efficient。咁所以 that's why 就係即係你要即係既同人合作啦，而且有自己嘅一個嘅即係domain 嘅 knowledge 咁樣咯咁當然啦，咁除咗呢兩方面啦，咁就係大家都見到啦，咁其實就係例如依家ESG或者其實人口嘅一個嘅即係好大嘅爆發式嘅個結構嘅改變等等呢啲嘅趨勢啦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可以值得留意嘅地方。咁各位同學就要留意啦。最後 Carrie， 你有冇咩建議俾我哋嘅年青人？面對住 AI 急速嘅發展，年青人應該點樣裝備好自己呢？講到年青人裝備自己啦，咁都係同頭先所講 cover 嘅個 topic 佢都好相似嘅。最主要就係即係就老生常談啦，就係你即係要多啲去即係接受自己嘅現況啦，亦都理解就係如果你想即係定立一個目標啦，咁你想走到去邊度啦，咁然之後中間你知道就係咁其實依家同埋即係我個目標，咁中間差距喺邊度咧？然之後去諗辦法去嚟填補呢個差距啦，令你最後就係即係去達到你嘅目標啦。我用4個字即係總結啦，咁就係終身學習咯。多謝晒 Carrie 今日嘅分享，在座各位年青人一定要努力，而青年學院一直致力培養年青人嘅專業技能同軟技能，幫助年青人揾到屬於自己嘅路。再次多謝 Carrie 今日嘅分享，我哋依家會有一個大概5分鐘嘅答問時間，歡迎大家舉手發問，我哋會有同事遞咪俾你。咁其實 Carrie 我都有條問題想問下你嘅，咁想問下啦，咁其實譬如數學理科、電腦強啲嘅同學，對學習 AI 係咪會有多啲優勢呢？我覺得本身讀書叻嘅同學咧，咁對學習咧都而且確係有優勢嘅，因為即係學習能力強啲嘛，咁你學啲咩都強啲啦。數理工強嘅話，咁即係 AI 佢當然啦，咁其實頭先我講話佢原理上面其實呢啲技術嘢都係同數理工好相關啦。咁所以其實即係佢都有相當嘅幫助嘅。咁另外啦，而家好多僱主都會用 AI 工具嚟招聘人才啦。咁你可唔可以俾一啲揾工嘅策略俾年青人，尤其係喺求職信履歷方面點樣突圍而出呢？係，我覺得如果講即係揾工咁樣啦，咁最緊要就係知道自己嘅優勢喺邊度啦，咁或者係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啦因為即係你見可能即係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嘅，或者好多唔同嘅需要，因為其實你 back to 個 well 嘅 fundamental 就係其實點解會有工作產生咧？就係因為人有需求，咁我滿足唔到。咁就我揾一個需要幫助我嘅人去處理啦。咁所以你需要有一個即係expertise 啦，然之後可以解決到別人嘅一個痛點啦。咁第二嘅話就係你點樣去令到人相信咁其實我點樣去即係覺得你係真係可以幫我解決到呢個問題啦。咁可能就係你個presentation 啦，
你點樣去即係 convince 人哋就覺得其實我呢個人係好 solid 嘅。咁你落到去細節啲啦，咁最緊要其實我覺得，如果即係依家嘅即係年輕人可以做啲咩啦？我覺得就係多啲去即係喺參與到嗰個工作嘅實習裏邊啦。咁即係其實依家見到身邊好多朋友啦，咁可能佢呢份其實即係可能高中畢業已經開始去嗰啲即係公司做實習啊。咁其實可能頭先亦都有同啲嘉賓傾到啦，就係其實依家可能即係就我哋公司咁其實嚟見工嘅一啲嘅求職者，可能佢嚟見一個 fresh graduate 啦。咁其實可能你 expect 佢冇經驗啊，但係其實唔係喎，可能佢本身由高中畢業已經開始做 intern 啦。咁大學有4年，或者其實佢喺其他嘅阿蘇High Dip亦都有幫佢安排呢啲實習。咁佢嚟見工嘅時候已經袋住好多唔同呢樣經驗啦。咁落到去嘅時候就對於公司嚟講啦，咁其實佢相對培訓嚟講，佢唔需要話咁花時間啦，已經可以即係到位就可以馬上去工作咁樣啦。咁相對嚟講嘅話，就會個優勢大啲。咁再次多謝 Carrie 今日嘅分享。咁我哋今日嘅對談嘅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將時間交翻俾大會。嚟咁多謝Carrie 咁精彩嘅分享啦。咁我哋邀請青年學院院長黃澤明先生為我哋頒發紀念品俾嘉賓嘅。以下落嚟我哋邀請青年學院邱子文院校嘅助理院長翁漢明先生為我哋介紹 VTC 嘅多元升學選擇，有請翁 Sir。咁我今日其實我係個大 picture 就係話，其實喺 VTC 第一個升學係點樣咧？咁其實晏啲，今日大家喺青年學院啦，咁當然我哋會講翻青年學院嘅課程啦。但喺未講之前咧，其實我覺得喺今個世頭先楊生都講啦，其實我覺得進修好緊要嘅落去。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唔會着眼點淨係一個部分嘅。咁喺我哋 VTC 第日咧，其實由文憑啦到高級文憑啦到學士學位，其實都有提供到課程。咁學士學位甚至係即係master 嘅學位，我哋都會有嘅。好啦，咁呢個可以睇細少少，就係話咧，咁我今日在座好多學生啦，見到好多中學生啦，咁我唔知你哋其實而家係中幾，其實你哋而家有冇可以答到你中幾嘅而家係？當你中3先啦，咁咧如果中3之後咧，其實如果真係可以銜接到個課程咧，就係職專國際文憑或者係職專文憑。咁呢兩個咧都係可以讀完之後讀3年咧，可以再駁上去讀高級文憑啦，讀完之後可以再上去讀學位課程嘅。咁但可能在座啲可能中4、中5嘅，咁你讀完中6之後咧，其實考完 DSE 之後咧，其實我哋有幾款嘅方法嘅。第一款就係如果你係本身係個 DSE 有5科合格嘅，咁所以就直接上去讀 High Dip，繼續讀學位啦。但係譬如我唔小心失咗手嘅，爭少少嘅，咁就可以選擇基礎課程文憑啦，或者1年制嘅職專文憑啦。讀完之後咧，都可以駁翻上去嘅。咁我覺得大家開始諗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可以遠大啲去諗。我諗整體個譬如我當中3為例啦，3年到2年到2至3年嘅學位課程，今日大約係10年左右時間咧，去完成一個學位課程咁樣去諗翻件事咯。咁咧嗱，我個大 picture 會介紹，咁我細 picture 就交俾我同事啦 ，Joey 會繼續介紹落去嘅。唔該晒 Terence。咁咧啱啱 Terence 咧就為我哋介紹咗咧 VTC 嘅升學出路啦。咁以下落嚟嘅部分咧，我哋就會進入咧青年學院嘅課程介紹啦。咁首先咧，我會為大家介紹我哋職專文憑課程。咁我哋職專文憑課程咧係由青年學院開辦。咁頭先阿翁 Sir 都提到，我哋係屬於職業訓練局啦。咁職業訓練局咧係1982年成立，係全香港咧最具規模嘅職業專才教育機構。佢轄下有14個機構成員，而我哋青年學院就係其中一個啦。咁我哋主要開辦嘅課程咧叫做職專文憑，就幫同學咧由興趣出發，一步一步咧將佢發展成為一個專業嘅。或者開始之前，我哋都睇個短片，認識下青年學院同我哋職專文憑咧。我嘅高就係學得要夠分，我嘅高就係 level up， 我嘅高就係要夠 pro。青年學院嘅 DVE programs 全方位覆蓋職學範疇，資格仲得到各方業界嘅認同，升學並就業都揾到配合你未來發展嘅高。放膽入嚟青年學院，一齊向未來目標 Go Go Go！
好啦，咁每一個同學咧，其實都有佢嘅才華，亦都有佢夢想嘅職業，但係未必每一個同學咧都覺得文憑試係最適合自己嘅升學道路。咁所以以下落嚟咧，我哋就會介紹一個咧文憑試以外嘅升學階梯，讓大家認識點樣透過職業專才教育一步一步讀翻上去，最終係可以攞到一個學士學位。嗱，頭先提到咧，我哋青年學院主要開辦嘅係職專文憑課程，咁我哋嘅課程咧有2個入學點，完成中3、中4或者中5嘅同學係讀3年，完成中6嘅同學係讀1年。咁大家可能會問啦，如果我係中3至中5同學過嚟讀職專文憑，會同你喺中學嘅課程有咩唔同呢？咁大家畫面嘅左手邊咧，你見到有好多唔同專業嘅範疇。其實我哋就按住咧唔同嘅專業咧，教授一啲咧行業裏邊用到嘅專業知識啦，甚至乎一啲嘅工作技巧，讓同學咧學習裏邊咧將你嘅興趣咧發揮出嚟，成為一個專門嘅技能。同時間亦都裝備到同學咧，如果想繼續升學嘅，可以透過咧升讀我哋嘅高級文憑咧，一步一步讀翻上去。咁我哋咧青年學院咧，其實喺2004年咧就已經成立㗎啦。咁頭先提到咧，其實中3至中6嘅離校生咧，都可以透過我哋呢一個課程咧，係繼續佢個學業。咁但係咧，最近咧喺啲中學嘅家長日活動裏邊咧，我哋收到咧不少嘅查詢咧，就係嚟自一啲譬如社工啊、家長啊，甚至乎老師會問我哋，就話其實咧同學係中意好想讀職專文憑喎，有冇機會咧？嗱，咁呢度咧都俾多一個資訊大家參考下。咁如果咧同學咧係未有中3學歷的話咧，其實佢達到入學條件的話，係可以先行入讀我哋一個叫做天才在研計劃。完成咗之後，透過呢一個學歷咧，係繼續報讀我哋嘅中3程度職專文憑，或者我哋 BTC 其他嘅中3程度課程。咁所以咧，即使同學未有中3學歷咧，仍然係有機會咧係入讀到我哋嘅課程嘅。好啦，咁呢度咧都介紹翻我哋嘅院校地點啦。咁今日咧大家身處嘅地方咧就係九龍灣青年學院，但係其實我哋唔係淨係得一間嘅。由2004年開始，我哋一直咧得到家長同學嘅支持啦。咁所以咧，隨住個需求越嚟越大咧，發展到今日咧，其實我哋已經有7間青年學院嘅啦。咁大家畫面見到咧，我哋嘅院校咧，其實已經遍佈港島、九龍同新界。咁總有一間喺大家嘅附近嘅。咁所以如果同學喺報名嘅時候都會考慮埋一啲地點嘅因素咧，咁大家可以打開我哋嘅課程嘅刊物咧，我哋會列載咗每一個課程開辦課程嘅院校係可以俾大家參考翻嘅。咁至於學生人數方面咧，咁過往有啲家長問其實有幾多年青人會讀青年學院嘅咧？咁呢度咧都可以俾一個最新嘅資訊大家參考下啦。咁喺25-26本學年裏邊咧，其實我哋已經服務咧係超過8000名嘅學生。咁不少嘅年青人咧，過往喺咁多年裏邊咧，都透過我哋咧係繼續持續佢嘅學業啦，甚至乎係發展佢嘅事業嘅。嚟緊咧26-27學年咧，我哋會開辦7個課程俾大家選擇。咁為著咧，讓大家咧更加容易掌握到一啲專業嘅技能啦，了解到咧行業入邊嘅發展情況咧，我哋大部分嘅職業單元都係用中文授課同評核嘅。咁而且我哋嘅課程咧係得到政府嘅資助咧，係屬於12年免費教育下嘅課程。咁所以咧，在座有啲同學，譬如係完成中3入讀我哋課程的話咧，你係可以豁免到3年學費。而至於咧最高學歷係完成中4嘅同學咧，就可以豁免到2年咁樣啦。好啦，咁我哋嘅課程咧就係屬於升學就業兩街通嘅課程啦。頭先提到咧，我哋會裝備同學嘅專業技能，但係同時間咧，我哋嘅課程因為得到認可咧，亦都會裝備大家唔同嘅需要咧。所以同學如果想升學的話咧，可以透過左邊嘅升學途徑，先完成職專文憑，再升讀我哋 BTC 大部分嘅高級文憑，除咗有特別收生條件嘅除外。咁升咗上高級文憑之後咧，就係讀2年。2年畢業之後咧，我哋嘅 high dip 學生係可以透過唔同嘅途徑咧，係升讀翻學士學位課程。咁所以咧，同學好多時會問我哋如果我中3真係轉跑道讀咗一個職專文憑嘅課程，其實有冇機會再上咧？咁我哋過往咧，其實都有不少嘅成功例子咧，同學係一步一步讀上去，最終係攞到學士學位嘅。好啦，至於咧同學話，如果我想入行
喎，咁就可以參考右手邊嘅升學途徑啦。嗱，咁其實咧讀完呢3年裏邊咧，同學已經裝備咗就業嘅技能，所以如果同學話我想投身專業賺下錢啊，發展下事業先咧，其實係已經有足夠嘅能力。咁甚至乎咧，我哋個別指定嘅課程或者分流咧，同學喺在學期間係可以選擇咧透過參加職學計劃，用部分時間返工、部分時間返學嘅模式去進修，一路讀書、一路做嘢、一路賺錢，咁啊早人一步咧去發展佢嘅事業嘅。咁所以咧，我哋成個課程嘅設計咧係非常有彈性嘅，升學定就業咧就由同學自己決定咁樣啦。好啦，咁喺就業方面咧，我哋都補充翻一個資訊。咁頭先提到咧，課程就會係讀3年啦。咁試過都有啲同學問我哋我真係咧因為自己個人計劃想早少少入行做嘢喎，可唔可以早啲畢業咧？嗱，咁呢度都可以話俾大家聽，我哋嘅課程除咗咧係頒授文憑學歷之外咧，我哋亦都會頒授證書嘅學歷嘅。簡單啲，同學入讀咗一個職專文憑課程，先行讀晒啲核心單元咧，就可以用證書結業啦。咁攞住證書同文憑喺揾嘢做方面有咩唔同呢？咁大家可以參考下畫面嗰個表啦。喺底部我哋見到，如果同學咧用證書結業去入行的話咧，一般嚟講咧喺相關嘅業界裏邊係可以做到一啲譬如技工學徒啊，或者見習技術員級別嘅工作。咁而同學如果係讀晒3年攞住文憑的話咧，其實喺行裏邊咧已經係做到技術員㗎啦。嗱，咁不過咧，呢度都要補充翻一個資訊咧俾大家。如果同學入讀嘅目標好清晰，我係諗住讀完職專文憑咧繼續升高級文憑的話咧，咁你就要咧係讀晒3年，攞咗職專文憑咧先至係可以升 high dip 嘅。咁呢個大家要留意啦。好啦，咁頭先咧喺片段裏邊咧，我相信大家都睇到我哋一啲上堂嘅環境啦。我哋係一個講緊學技能嘅課程，咁所以咧，我哋嘅同學絕對唔會淨係坐定定聽書啊、筆記啊，甚至乎係默書啊、PowerPoint 嘅 notes 啊咁樣。咁我哋咧好多時咧就會用一啲實務嘅模式咧去學習。咁所以無論你頭先嘅片段或者喺呢度嘅畫面，你都會見到咧，其實我哋喺個教學裏邊咧係用咗好多業界會運用嘅工具啦、器材啦，甚至乎咧會有模擬嘅工作間俾同學做訓練。咁所以變相嚟講咧，譬如同學話，我想用一啲靈活啲嘅模式去進修，我想一個學習裏邊咧多啲用 project 嘅模式去了解一個嘅專業的話咧，咁呢度咧正正就係我哋提供嘅一個嘅教學嘅方法啦。好啦，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好着重呢一啲考察啦、交流啦，甚至乎係比賽嘅機會，讓同學咧係親身體驗下你揀一門專業嘅發展而家係點樣啦。如果你入行嘅時候情況會係點，甚至乎咧係透過咧比賽係了解自己個實力嘅。咁我哋過往咧都有不少學生喺比賽裏邊咧係攞到好好成績翻嚟，都反映翻咧其實我哋同學咧都能夠學以致用咁樣啦。好啦，除此之外咧，我哋每一間嘅青年學院裏邊咧，都會有學生發展處嘅部門，我哋會有專業嘅同事啦、社工啦，係提供翻呢一啲嘅服務同支援俾我哋嘅學生，例如一啲嘅升學就業嘅輔導啊，一啲個人嘅輔導諮詢啊，甚至乎一啲咧體育啊、全人發展課程等等咧，咁我哋每一間院校裏邊咧都有一啲嘅活動咧，係俾翻我哋嘅學生啦。係支援佢咧全方位嘅一個成長咧，同埋一個全人發展方面嘅需要咁樣嘅。好啦，咁大家畫面呢度咧就簡單見到我哋26-27學年咧會開辦嘅27個課程。咁其實咧喺大家咧手頭上咧都會有一本咧職專文憑嘅刊物。咁入邊咧，我哋每一個課程都會列載咗佢詳細嘅資料，同埋可以選擇嘅地點。咁大家咧可以咧透過咧嗰個刊物入邊咧了解多啲你心儀嘅課程啦。咁呢度咧，我哋可以簡單啲話俾大家聽咧，其實我哋開辦嘅課程咧，全部都係配合行業嘅需要，對人才咧係方面有一個針對性嘅培訓嘅。咁所以，譬如同學話，我對某啲行業有興趣，我對一啲技能咧係亦都好有興趣的話咧，咁就可以咧報讀相關嘅課程去裝備下自己啦。嗱，咁我哋每一個課程咧，除咗有專業嘅技能之外咧，我哋亦都有頭先講嘅全人發展單元啦，幫你提升翻工作方面嘅軟技巧。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有通用單元嘅，例如中英數科。咁但係咧，我哋嘅語文咧就會同中學有啲唔同啦。咁我哋傾向咧係會搞啲職業英語同職業中文嘅課程，咁啊讓同學咧全面掌握咧將來就業嘅時候咧喺行業上面嘅需要咁樣。咁所以咧，如果譬如同學話都想咧轉嗰個模式咧，就唔想學中學嗰款嘅語文技巧喎，想學一啲新啲、一啲咧實用嘅技巧咧，咁就可以留意翻其實我哋
嘅教學裏邊咧，都會包含呢一啲嘅元素喺度嘅。好啦，咁呢度咧就特別介紹翻一個課程咧，就係社會照顧與遊戲為本服務課程。咁呢個課程咧係嚟緊我哋26-27學年新開辦嘅一個課程嚟嘅，就會喺天水圍青年學院嗰邊開辦。咁如果年青嘅話咧，我想從事一啲譬如青年服務啊、長者照顧啊或者社會服務嘅工作咧，就可以讀呢一個課程咧，了解翻一啲相關嘅基本知識咁樣啦。好啦，咁頭先咧提到呢個別課程可以參加一個叫職學計劃咧，其實喺大家咧手頭上嘅刊物裏邊，你會見到我哋個別嘅課程擠咗一個職學嘅圖示落去。咁如果同學入讀咗呢一啲課程的話咧，係可以透過職學計劃，用一個部分時間翻工、部分時間翻學嘅模式係去進修。咁你翻工嘅部分會有翻業界嘅特定薪金啦，同政府嘅津貼俾翻同學嘅。咁由於每一個行業嘅培訓期安排都係唔同，咁大家咧可以咧睇翻手頭上咧係學徒訓練計劃嘅單張咧，就可以睇到咧每一個行業嗰個嘅安排會係點樣啦。好啦，咁到最後嘅部分咧，我想用2個例子嚟總結翻我頭先以上嘅內容。咁我哋青年學院咧係好鼓勵學生咧用佢嘅興趣啦，讀一個課程咧，慢慢發展成為一個專業嘅。咁就好似大家見到畫面 Matthew 咁樣啦。咁佢入讀嘅時候同我哋講咧，佢就好中意咧係 IT 嘅課程。咁於是乎咧喺我哋呢度咧，佢就讀得好開心，亦都好投入。咁咧同時間咧參加咗好多唔同嘅活動咧，係提升翻自己嗰個專業嘅技能嘅。咁佢喺升讀 IB 之前咧，甚至乎能夠喺一個大型嘅賽事咧裏邊攞獎啊！咁啊，讓我哋咧即係都睇到學生其實揀啱興趣嘅重要性係喺邊度啦。俾心機一步一步讀上去的話咧，其實咧都可以咧有一個好高嘅學術水平啊，同埋一個專業嘅技能嘅。咁另一個例子就係陳善行同學啦。咁呢度咧，我都想話俾大家聽咧，其實我哋青年學院嘅老師啦、學生發展處嘅同事咧，都好關愛我哋嘅學生，願意同我哋嘅學生同行嘅。就好似陳善行同學咁，佢入學嘅時候咧，淨係話我將來想做商業，但係其實佢唔知道商業入邊唔同工作咧嗰個嘅要求啦嘅情況會係點。透過我哋嘅教職員咧，俾好多嘅支援啦，俾好多嘅資訊同埋一啲活動佢咧，佢漸漸地咧就確立到自己嘅方向係想做會計嘅。咁所以佢就向住呢一個方向繼續發展，亦都讀得好好。咁大家見到咧，其實佢讀到 high 啲嘅時候咧，已經去到可以攞獎學金嘅能力㗎啦。咁畢咗業之後咧，佢就入咗理工大學咧，讀緊一個相關嘅學士學位課程。咁我上個月同佢傾偈嘅時候咧，咁佢就同我講咧，而家咧喺一啲會計嘅公司裏邊做緊實習咧，好開心咧，能夠做到自己咧有喜歡嘅工作咁樣啦。咁嗱，我都希望咧透過呢兩例子咧，讓大家知道咧，其實年青人揀啱佢嘅興趣，透過我哋職專文憑一步一步讀上去，可以喺事業或者學業裏邊咧都有一個好好嘅出路嘅。咁如果大家對於以上嘅內容有提問的話咧，歡迎大家問題紙上面留低你嘅問題，我哋一陣間咧會解答大家。咁如果喺活動之後咧，大家都想了解多啲課程資訊咧，其實喺你手頭上嘅刊物最後嘅背面咧，我哋已經有齊咧呢啲聯絡嘅方法嘅，咁啊讓大家咧可以隨時聯絡翻我哋。咁我嘅介紹就嚟到呢一度啦。咁以下我將時間交俾青年學院國際課程嘅高級導師梁潤平女士咧，為我哋介紹青年學院國際課程。唔該 Kitty。唔該晒，多謝晒大家嘅時間啊！咁我哋咧而家就講一講我哋青年學院國際課程。咁頭先啦 ，Joey 都講咗好多咧青年學院嘅資訊。咁其實咧，我哋青年學院國際課程咧就係用英文去授課。咁其實大致上嘅資訊咧都係同青年學院好似啦，都係讀3年嘅年期啦。咁我哋入學嘅條件咧都係中3以上嘅同學仔咧就可以入讀噶咯喎。咁但係大家咧就見到中間有少少唔同喎。我哋咧就仲有一個叫做 BTEC 啦，同埋 IGCSE。因為咧我哋其實靠住呢2個嘅成績咧，我哋嘅同學仔咧係可以直接升讀大學嘅。咁一陣間咧，我主要咧都會講翻我哋嘅課程嘅特色啦，同埋一啲嘅升學嘅 case 俾大家聽噶噃。我哋嘅舉辦嘅地方咧，設計咧就係喺調景嶺嘅資專設計學院，而工程同埋運動咧就係喺 Ivy 青衣嗰邊嘅。我哋嘅課程特色咧，其實就係有呢個嘅 BTEC 啦，咁係一個海外認可嘅國際嘅學歷啦。
咁亦都咧提供好多海外交流嘅機會俾到我哋嘅同學仔啦。仲有咧頭先Joey 都提到一啲 project-based learning 咧，喺我哋青年學院國際課程呢邊咧都係非常之着重嘅。除此之外，我哋仲有好多跨學科嘅合作啦。大家見到圖中呢個咧就係我哋嘅sport 運動嗰方面嘅同學仔。咁但係咧佢哋都會用一啲嘅AI 啦，仲會用一啲嘅工程嘅合作嘅 project 嘅喎。咁我咧就分別講下我哋3個 program 唔同嘅特色，其中咧我哋設計嗰方面咧就會帶到同學啦參加好多唔同類型嘅大型比賽，好似我哋圖中呢一位嘅男同學啦，咁佢就參加咗一個好大型嘅業界嘅設計獎，咁即係唯一一位咧攞到學生組別嘅獎嘅同學嚟㗎。咁中間咧我哋亦都有同學咧去咗領展嘅一啲嘅設計嘅裝置啦，同埋參加 PolyU 嘅一啲嘅設計比賽。咁喺我哋嘅設計學院嗰度咧，每年都會有一個嘅展覽。咁我哋嘅同學仔咧，呢啲大家見到咁 professional 嘅作品咧，都係嚟自我哋青年學院國際課程同學嘅作品嚟嘅。咁另外啦，運動方面咧，我哋就帶到同學仔咧去好多一啲嘅業界嗰度做參觀啦，同埋亦都邀請咗好多業界嘅expert 咧去嚟到同我哋做分享。咁同學仔咧就有好多實務嘅經驗啦。除此之外咧，佢哋仲會考取好多一啲專業嘅證書，例如山藝啦、First Aid 啦等等嘅。至於工程方面咧，我哋嘅同學仔亦都喺一啲嘅大型嘅 STEM 比賽嗰度啦，有好好嘅表現。其中大家見到啦，中間呢個 Samsung 嘅比賽咧係一個全港好大型嘅 STEM 嘅比賽，叫做 Samsung Solve for Tomorrow。我哋嘅同學仔咧都係得咗獎㗎喎。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參加呢個世界技能大賽啦。嚟緊2026年咧就會去上海嗰度比賽啦，我哋嘅同學。咁仲有咧，我哋喺一啲嘅國際性嘅數學比賽度咧都攞咗獎㗎喎。咁所以我哋嘅同學仔咧，無論係喺呢個學術嘅表現上啦，同埋喺一啲嘅比賽啊、一啲嘅業界嘅表現咧，都係非常之理想嘅。咁我哋頭先楊生都有提到咧，話啲同學仔要有多啲唔同嘅經驗喎。咁我哋咧都俾到好多社區服務嘅經驗，我哋嘅同學仔。咁佢哋咧就會去到一啲嘅社區機構嗰度啦。譬如工程嘅同學咧就幫手維修輪椅啦，而我哋咧設計嘅同學咧亦都去到做一啲嘅環保嘅時裝升級再造啦。咁佢哋會幫一啲銀髮嘅 model 咧去做一啲嘅衫。除此之外咧，我哋嘅 sport 嘅同學仔咧，亦都去到一啲嘅老人院嗰度去做一啲嘅運動嘅 training 俾到老人家。咁喺當中咧，佢哋就可以咧提升佢哋嘅責任感啦，同埋佢哋嘅同理心。咁最重要咧就係升學啦。頭先提到咧，我哋咧如果成績理想嘅同學仔啦 ，BTEC 同埋 IGCSE 成績理想嘅同學咧，係可以直接升讀本地同埋海外嘅大學嘅。咁呢度大家見到呢一啲嘅大學名咧，其實就係我哋過往嘅畢業生咧已經係升咗去呢一啲嘅澳洲啦、同埋英國啦等等嘅大學嗰度。咁至於咧本地大學咧，其實大部分咧我哋都有畢業生喺嗰度讀緊。大家見到譬如 Hong Kong U 啦，仲有理工大學啦等等。咁同學咧只需要讀3年呢一個嘅課程就可以咧靠住呢個嘅成績升讀大學啦，或者有啲同學可能未如呢個入學嘅要求嘅時候咧，咁佢哋都可以咧升讀一個嘅高級文憑，再升翻上去讀大學嘅學位課程嘅。以下咧就會同大家講多少少我哋唔同畢業生一啲嘅分享啦。呢度咧就有一個係工程嘅畢業生，咁佢咧嗰陣時就讀呢個英國嗰邊嘅學士學位課程啦。之後咧而家已經係讀緊一個碩士嘅課程㗎啦。咁頭先如果大家早嚟咧見到個 video 入邊嗰位男仔咧，就係呢位同學啦。頭先個 video 入邊度出現咗嘅呢位男同學。另外一位工程嘅同學仔啦，佢就喺 PolyU 嗰度咧係讀緊一個嘅航空工程學嘅課程嘅。咁喺大家手頭上嘅資料嗰度咧，啲小冊子咧，亦都有我哋呢啲嘅畢業生嘅分享啦，同埋有家長嘅分享。其實家長咧對我哋呢個嘅 program 咧都係非常之支持嘅。
以下呢一位咧就係我哋運動方面嘅畢業生啦。呢位同學咧就其實除咗運動係大家可能諗到係運動員啊，或者一啲嘅運動嘅教練等等之外咧，呢位同學就好特別啦。佢讀咧運動相關嘅心理科學嘅學位，咁就喺澳洲嗰度嘅。咁其實個出路咧都係非常之廣泛嘅。呢位嘅同學咧，佢就升讀我哋 VTC 高科院 DI 嘅課程，咁佢亦都攞咗一個14萬嘅獎學金喺高科院嗰度升讀一個嘅運動管理嘅課程嘅。咁所以我哋嘅同學仔咧，其實都真係好多才多藝啊！又有啲去升讀運動課程啦，有啲咧。呢一位就係升讀咗去 Hong Kong U 讀緊建築嘅同學仔啦，咁佢哋都係覺得我哋嘅教學係非常之好啦，咁透過唔同嘅教學方法咧，提升咗佢哋對學習嘅興趣。呢一啲以下嘅例子咧，就係海外升學嘅 case。咁呢位同學咧，佢係之前去咗 Central St Martins 英國嗰邊非常之出名嘅設計學院嗰度咧，去讀 product design 嘅。呢一位嘅同學咧 ，Martin 其實佢咧就啱啱今年已經攞咗一個好大型嘅獎學金，係政府嘅呢一個HK Scholarship for Excellence 嘅獎學金咧，係大約150萬咧，全額資助佢去英國修讀課程嘅。咁佢去咗英國嗰度咧，係讀呢個嘅建築同埋landscape 嘅一個學位課程。咁佢啱啱即係啦，2025年9月嘅時候就已經去咗讀呢個嘅課程啦。咁而 Martin 咧唔係我哋第一位攞呢個獎學金啊，其實咁耐以嚟咧，我哋 VB 呢個課程咧已經有3位嘅同學仔咧攞咗呢個咁大型嘅政府嘅獎學金啊。而第一位攞呢個獎學金嘅咧就係呢位嘅同學啦 ，Hosea。咁佢就係我哋早少少嘅時候嘅畢業生啦。咁嗰陣時咧，佢就去咗英國嗰度咧，都係讀呢個 architecture 嘅。咁呢一個咧 video 咧就講下佢分享喺 VB 嘅生活啦。我自細就對空間設計同埋文化都有興趣，希望將來能夠成為建築師，去研究人與空間嘅關係，期望學習到同設計相關嘅專業知識同埋技術。多元化嘅課程單元讓我學習到不同設計範疇嘅專業知識，透過專題研習，我能夠動手將所學到嘅知識加以應用，過程充滿住樂趣。我非常投入學習嘅生活，慶幸喺多個科目裏面獲得優異嘅成績。畢業所有嘅 BTEC 及 IGCSE 等資歷獲國際認可，讓我可以喺英國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修讀建築學課程。我計劃於完成學士學位課程後回港貢獻社會，希望利用專業嘅知識參與社會導向嘅設計項目，為社區重建作出貢獻。好開心獲頒香港卓越獎學金，大大減輕咗前往英國修讀大學課程嘅開支。我有幸成為第一位接受職業專才教育嘅學生獲獎，希望日後有更多嘅家長及老師支持學生喺職業專才教育上面追尋夢想。好啦，咁呢個就係 Hosea 嘅分享啦。咁大家一陣間有對我哋呢個課程嘅問題，又可以再有提問嘅。唔該晒。頭先大家聽咗好多Jovi 啦，同埋Kitty 咧講咗好多介紹我哋嘅課程。咁呢一 part 咧，我就主要想講咧就係入學嘅安排啦。咁有冇同呢度有冇老師喺度啊？我哋應該知道有啲老師喺度喎，係咪？我老手你舉舉手啊！跟住好多家長啦，同埋中學生啦。咁希望咧你都聽完我呢個講座之後咧，就會更加知道如果你決定咗啦，或者你有啲同學係決定會想今年報讀我哋職專文憑啦，或者係職專國際文憑咧，咁應該要點樣做咧？咁如果係想今年2026-27學年啦，要入學嘅，咁你哋可以透過2個渠道咧去交你哋嘅報名表嘅。咁第一個渠道咧就係透過我哋 VTC 嘅網上入學申請系統。咁而第2個渠道咧，亦都係可以嚟我哋嗰度網頁嗰度啦 download 張申請表，又或者今日
完咗之後咧，其實我哋有同事有收生嘅同事喺度咧，喺後邊已經遞高咗張報名表格。咁其實你可以咧揾佢哋，問佢哋攞張報名表格，咁就可以即場填咗佢啦，又或者之後寄翻嚟俾我哋咧都可以嘅。咁頭先都有提過啦，我哋個入學要求，其實我哋最低嘅入學要求咧係要完成中三嘅學歷。如果同學今年係讀緊中三嘅，咁點樣咧？你一定要有下學期嘅成績表，一定要今年留喺中學嗰度讀埋個中三。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已經係中四、中五啦，甚至乎中六嘅咧，咁冇問題㗎啦。咁其隨時都可以第一個申請表俾我哋啦。咁當然啦，應屆中三嘅同學咧，係需要喺7月份我哋註冊嘅時候咧，係要俾到下學期嘅成績表我哋，證明你已經完成咗中三，攞到中三嘅學歷證明。咁如果你話有部分已經之前讀咗天才再現，頭先 Joey 都提過啦，就係話我哋有一個職業訓練發展計劃辦事處嘅，咁有一個叫天才再現計劃嘅課程咧，咁如果讀完呢個課程咧，都可以當係一個完成中三去報讀我哋青年學院職專文憑或者職專國際文憑嘅課程嘅。咁呢一度咧，我就想俾少少 tips 大家啦，嚟緊幾張 slide。咁第一咧就係話我哋頭先講咗，我哋有 DVE 即係職專文憑嘅課程啦。亦都有 DVB 叫職專國際文憑課程，究竟我需要點樣選擇呢？報名嘅時候我可以揀幾多個課程㗎？咁其實呢，每一個申請人、每一個同學呢，可以喺每一個課程選擇入邊呢揀2個嘅。咁即係話我可以報讀2個職專文憑課程，亦都同時間亦可以報多2個職專國際文憑課程。咁我哋就同一時間呢，2個課程都會安排你哋面試嘅。咁面試完之後呢，我哋要提醒啦。大家入學咧，只可以揀1個課程，唔可以揀2個課程嘅，最終都要做一個選擇。如果兩邊都收我，咁點算啊？咁大家要考慮嘅就係個能力啦、個興趣啦，同埋個教學語言。大家記唔記得個教學語言咧？頭先講話職專文憑係乜嘢㗎？職專文憑係中文嘅為主嘅，咁而職專國際文憑咧係英語為主嘅。申請須知啦，呢度我哋今日咧出席我哋活動啦，我哋有少少 tips 俾大家。咁第一咧就係報名嘅時候咧，一定要俾咗最近期嘅學業成績表我哋。咁因為咧，如果我哋好多今年見到咧，都有幾百個同學咧交咗申請，咁但係咧冇俾到成績表我哋㗎。咁如果冇俾到成績表我哋咧，我哋係安排唔到面試嘅。咁所以如果真係有興趣報名嘅咧，記得一定要俾最近期嘅學業成績表。如果係而家今年中三嘅，即係中三上學期嘅成績表啦。咁跟住啦，要留意翻啱啱我所講嘅就係教學同埋評核語言就住自己嘅能力，睇下大家讀中文嘅課程會好啲啦，定係讀英語教授嘅課程會好啲啦。咁亦都頭先提過，我哋有7間青年學院，有而職專國際文憑咧，亦都有2間開辦嘅分校嘅，所以都要留意翻邊一間分校開辦邊一個課程。咁喺你哋俾你哋嗰本書仔咧，其實入邊已經有晒所有課程喺邊一間分校嗰度開辦㗎啦。咁而最緊要呢2年我哋都提得最多嘅就係，如果未滿18歲嘅申請人，記住你哋入學嘅時候咧，甚至乎我哋希望報名嘅時候咧，都得到家長同意，因為最終咧，如果未夠18歲咧，我哋要家長簽名先可以入學㗎。如果家長唔同意咧，我哋都辦唔到入學申請嘅。咁所以咧，記得一定，如果同學你好想讀某一個課程，同屋企人溝通下啦，一定要家長同意先至可以入學嘅。咁而面試嘅安排咧，其實我哋有4個階段嘅面試。第一個階段咧，上星期已經完咗啦。咁我哋今日咧，我主要講就係第2個階段。4月1號之前報名咧，我哋會喺4月18號會喺葵芳青年學院咧安排一個招生日嘅。咁所以咧，我就期望啦，亦都呼籲大家啦，如果真係有興趣報名咧，早少少決定喺4月前就可以遞咗個申請表俾我哋。交埋個成績俾我哋，咁我哋同事咧係會安排4月18號課程招生開始面試嘅。咁如果唔係咧，就要等到之後較後啦，5月22號啦，甚至乎6月份嘅時候遞申請表咧，我哋都會處理嘅。咁但係咧要留意翻一啲好熱門嘅課程咧，可能到時我哋就擇優取錄，真係會揀一啲再好少少或者再更適合嗰個課程嘅同學先至會收咯。咁所以咧，越早報名取錄嘅機會係會越大嘅。另外啦，確認留位同埋註冊嘅流程可能我話我今年讀緊中3㗎喎，咁點算啊？我仲未完成中3咁其實咧，我哋
如果取錄咗你哋咧，我哋通常會喺1個星期內啦，咁就要收取呢個留位費。咁其實見到呢度咧，留位費其實450至480蚊左右嘅啫。咁就會留咗個位俾你哋。去到7月份咧，你哋攞咗下學期嘅成績表咧，我哋先會叫同學翻嚟做註冊嘅。咁所以咧，就唔緊要嘅。如果同學而家呢一刻我都仲諗緊15、16，你可以報咗名先，攞咗個學位先，再諗一諗，再同屋企人傾傾，係咪即係適合讀中學嘅高中課程咧？還是行另外一條路，行一個職專嘅路會適合大家多啲咧？咁到時7月都仲可以做一個決定嘅。咁但係咧，付出就係450至到480蚊嘅留位費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已經完成咗中6啦，咁就要5000蚊嘅留位費啦，因為12年免費教育咧已經用盡咗啦。咁所以咧，我哋如果係中6嘅同學係 join 我哋一個參與我哋一個中3至中5課程咧，我哋係要收全費嘅，所以呢個要特別留意。所以如果中6嘅同學啦，我都鼓勵你哋考埋個 DSE 啦，幾多分都好，咁到時可以好多嘅選擇。我哋有職專文憑，有中6入學嘅選擇啦，亦都有其他嘅課程選擇可以俾到大家嘅。咁如果未能成功取錄又會點呢？點解頭先講話盡早報名啊？因為我哋有4輪嘅面試啊嘛。如果我哋第2輪招生日嗰日，我哋希望佢第一選擇唔得就第2選擇，第2選擇唔得，我哋都仲有第3選擇。我哋期望同學一定有個學位會離開嘅，先至可以離開我哋嘅會場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第3輪我又網上面試又唔得嘅時候，咁點啊？咁我哋會安排佢跌落去第4輪嘅。咁所以咧，盡早選擇面試嘅機會係會越高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有人即係交唔到個學歷證明俾我哋點咧？頭先提過好多次就係話學歷證明好緊要。如果交唔到俾我哋咧，我哋安排唔到面試嘅。咁所以咧，如果有困難咧，可以轉頭同我哋招生組嘅同事傾一傾都得。最後啦，今日出席得呢個講座咧，我哋有少少溫馨提示俾你嚇。頭先講咗好多次，盡早提交申請同埋盡早交齊所有文件，去攞到呢個面試嘅機會。咁第二咧，我哋學院咧係會用電話啦、短信啦或者係電郵申請聯絡人㗎。咁提醒大家，我哋好多學院係3字頭電話，唔好唔聽3字頭電話，得唔得嚇？亦都我哋會 SMS 嘅，我哋會有藍剔有打井嗰啲㗎。咁好多時咧。SMS 都唔好唔睇嚇，咁如果報得名有人話俾你聽咧，應該就唔會詐騙嘅呢樣嚇，咁所以我哋要特登留意啊大家，因為我哋試過我哋 hotline 收個電話就話我係咪真係有報名㗎？我係咪真係有人揾我面試㗎？係咪詐騙電話？我哋係收過呢啲嘅，所以如果報得名嘅咧，我哋真係會用短信或者係即係 SMS 或者電郵聯絡大家咯，所以就唔需要擔心嚇。咁少少 tips 俾大家就係，如果同學報得名咧，準備面試之前咧，一定要多了解個課程內容同埋嗰個行業嘅發展為個面試做一個準備啦。咁第4樣啦，就係個易用啦。易用方面咧都好緊要嘅，因為咧尤其是網上面試，如果網上面試咧，我哋見過人哋咧背心或者後邊好嘈嘅，或者咧俾成個樣我哋睇着拖鞋嘅，咁嗰啲就唔係好好啦，老師都會做一個選擇嘅嚇。咁而最後再次提醒大家，未滿18歲咧，必須要問清楚家長先可以入學，學生自己話唔到事㗎呢一樣，因為我哋都要大家簽名作實嘅，得唔得？咁如果想知多少少入學嘅咧，咁同頭先一樣啦。咁我哋都係有職專文憑同埋職專國際文憑嘅電話喺度啦。咁而職專文憑嗰度咧，我哋都接受 WhatsApp 嘅，我哋 WhatsApp 都可以會答翻你哋嘅。咁另外就今日啦，如果大家完咗之後再有報名嘅問題，或者甚至乎想攞報名表咧，喺最後我哋有3位同事同埋我自己都喺度㗎啦。我哋3位同事對咗手㗎啦，咁就我哋有晒報名表喺度，咁就到時完咗咧，可以個別揾我哋同事都 OK， 好唔好啊？咁我時間交翻俾我哋大會嘅主持，唔該晒 Sophie。好咁以下落嚟咧就係答問環節嘅，咁我哋都請翻頭先嘅講者Erin 啦同埋 Kitty 上台咧解答我哋嘅問題。咁我頭先咧喺講座期間咧都收到一啲查詢啦。咁我哋咧第一個問題咧就有同學咧想問下佢讀完中4啦，覺得咧 DSE 課程真係好辛苦喎，可唔可以咧喺中4嘅時候報讀 DVE 或者 DVB 課程咧？頭先我哋都提過啦，我哋個課程咧係接受中3至中5嘅同學申請，咁所以咧如果完成咗中4，大家都會嘗試過 DSE 嘅課程，都發覺咦有少少困難喎，或者有少少吃力喎，係可以跳出嚟嘅。咁不過咧，你已經用多咗1年嘅免費教育啦，咁所以咧嗰個學費方面咧，我哋都會收翻1年嘅學費嘅。
麻煩 Kitty 唔該。好啊，咁至於職專國際課程方面呢個學費計算方法啦，同頭先 Edward 講嘅職專文憑咧都係一樣嘅。咁至於報名嗰度啦，中四、中五嘅同學咧都係歡迎你哋過嚟報名㗎。呢度我想補充一句咧，就係、如果讀完中四或者讀完中五跳過嚟讀職專文憑課程嘅咧，我哋都依然係要讀3年嘅，依然係要讀3年嘅。好，唔該晒，下一條問題。咁有同學想問下咧，係關於咧職專國際課程嘅。咁所以頭先咧都聽到咧話讀完可以上大學啦。咁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係點樣上大學咧？哇！咁至於職專國際課程咧，升讀大學方面咧就有2個方法嘅。第一咧就係讀3年嘅時候啦，咁用住嗰個嘅 BTEC 啦同埋 IGCSE 咧嘅成績去申請大學，咁都要視乎翻咧大學嗰個嘅入學要求。咁因為有啲大學可能係需要攞 distinction 啦，有啲係需要咧係攞 merit 都唔定嘅。咁啊睇翻大學個別嘅要求。咁亦都有同學咧可能係升讀咗高級文憑先，然之後咧就再升讀大學。咁所以咧就有2個唔同嘅入學大學嘅方法啦。好，唔該 Kitty。咁以下落嚟咧有3條咧係關於職專文憑嘅問題，咁我一次過問晒先啦。好啦，咁咧就有觀眾想知道啦，咁其實咧職專文憑嗰個學歷水平啊，去到邊個認受性係點嘅？咁另外就係話，如果讀咗1年之後想轉科啦，咁其實得唔得咧？咁呢度我都交俾阿 Edwin 為我哋介紹啦。好，職專文憑課程咧，同埋職專國際文憑課程咧，我哋都係資歷架構第3級嘅課程，其實係評審局已經認可咗係一個資歷架構第3級嘅課程嚟㗎啦。咁所以讀完我哋呢個課程咧，係可以想去報讀高級文憑課程嘅嚇。咁所以我哋個認可就係咁樣啦。咁而個別嘅課程咧，其實亦都有攞牌嘅認可或者有牌照上嘅認可嘅。例如可能我哋有一啲證書嘅課程啦，頭先 Joey 都介紹過，我哋有2個結業點嘅。咁另外啦，頭先應該有人問到就係話可唔可以讀完1年？假設我讀完1年汽車科技啊，我又覺得我又好似唔係好中意喎，或者覺得我能力上又可能 handle 唔到喎，我想轉去讀電嘅，得唔得咧？咁其實係得嘅嚇，咁可以轉科嘅，咁但係都要啦。你讀1年嘅時候咧，你讀咗可能有啲中英數啊、IT 啊、全人發展嘅科目咧，我哋亦都可以認翻嗰個成績嘅。咁但係一啲專業技能範疇嘅分數咧，我哋就認唔到啦，因為可能你讀整車嗰個我就唔會喺電嗰度認到噶嘛。咁所以咧，同學可能都係啦。你如果讀完1年轉科咧，你要額外都係要讀翻由頭計過，要讀翻3年先至可以完成個課程咯。咁但係當然我哋都鼓勵同學睇清楚自己個興趣啦，同埋個能力啦，了解多啲嘅課程，避免咁樣花多咗1年去揀錯科咯。咁但係揀錯科咧係都有渠道係可以再申請再入學嘅。好，另外都係有2條咧關於職專文憑嘅問題。咁今次咧就係關於升 high dip 嘅問題嘅。咁有觀眾咧想問翻咧，其實喺職專文憑裏邊佢嘅選科咧，會唔會影響佢讀高級文憑嘅選科方向？咁同埋完成咗高級文憑升大學之後咧，其實喺修讀嘅年期啦裏邊咧，會唔會係落得一啲嘅豁免咁樣嘅？哦，好，都係好得，係咁就好簡單，我哋咧。讀完咗職專文憑咧，係唔會影響我哋即係話要揀啲咩科嘅喺即係高級文憑嗰度。不過我呢度都真係一定要 highlight 一點啦。其實頭先喺 Joey 嗰個講座嗰度咧都有提到，就係咧我哋讀完職專文憑咧係符合高級文憑 VTC 高級文憑嘅一般入學條件。咁但係咧有部分嘅高級文憑咧係有特殊嘅要求嘅，而我哋職專文憑咧係升唔到嘅。咁可能係啲乜嘢咧？可能係社工啊，或者社會social service 啦嗰邊有啲課程咧，我哋係上唔到嘅。咁或者部分課程咧，假設我讀完乜嘢職專文憑都好，咁但係一般入學條件就係讀運動嗰啲咧，讀運動教練嗰啲咧都要體能測試㗎啦。咁變咗你都要參與咗合格咗嘅體能測試先至有機會取錄咯。咁而另外有啲課程咧係需要考 DSE 嘅 Maths 嘅 Level 2嘅，例如我哋而家有4個工程嘅科目咧係需要 Maths 嘅。咁其實咧你要喺我哋職專文憑入邊咧，某一科你要讀翻某一科嘅數學合格咗咧，先至可以上到去咯。如果你入嚟嘅時候可能某一科數學你冇揀到嘅，咁就上唔到某一啲嘅工程嘅科目咯。而家喺 VTC 入邊有4科工程科目咧係需要數學嘅，而當然入嚟你讀咩職專文憑都好，都可以讀到科數學嘅
係啦，但係你要知道自己原來我想揀工程嘅，你喺職專文憑度一定要讀嗰科數學咯。如果唔係你就上唔到嘅。咁所以都提醒翻大家啦，多了解翻你想將來發展係點啦。如果好簡單，你話我一定要讀社工嘅，我就會勸你喺中學嗰度讀埋先啦。係啊，咁如果你話唔係嘅，我基本上我啲科都好 general 嘅，咁其實我哋職專文憑升到大部分嘅 high dip 咯，但係有少部分 high dip 咧係會有一個一般入學要求以外嘅要求咯，咁你要睇翻係咪自己符合到個要求啦。咁第二就係上大學啦。咁上大學咧，基本上如果上高科院咧，有啲都可以係豁免咗2年嘅嘛，應該係讀4年嘅，咁但係就可能喺第3年嗰度開始讀咯。當然要視乎大家嘅成績，如果大家係 high dip 成績好好叻嘅，咁其實可能去到邊一間大學都可能有少少豁免咯。但係呢樣咧就要睇翻相關大學嘅安排，就唔係我哋嘅安排啦。好啦，咁我哋咧最後一條問題啦，咁就有觀眾問咧，其實 DVE 同 DVB 咧個學費係點計啦，同埋報名使唔使收報名費喎？咁我哋先交俾 Amy 啦，唔該。好，我哋報名費係唔使錢嘅。咁學費點計咧？其實如果中三入嚟跳入嚟我哋嗰度咧，讀完中三跳入嚟咧，係呢3年我哋唔需要收學費嘅。政府包咗㗎啦，咁會有啲咩錢會收咧？我哋會收留位費啦，因為留位費咧都會化做你一啲可能學生會費啊、一啲雜費啊、一啲保證金啊嗰啲有少雜費啦。每年會有學生會費啦，或者個別嘅專科咧係有專科嘅材料費用。例如乜嘢咧？例如可能好熱門嘅美容科目或者髮型科目，佢哋好多時都要求，因為同學咧可能有翻自己嗰套制服啊，又話翻有。或者每一個學生因為衞生方面咧，可能有翻自己嘅工具咯，係啊，咁所以咧係會有啲材料費嘅，而喺入學嘅時候，我哋會同大家講清楚嘅材料費嗰啲，咁但係咧就唔會即係收學費嘅嚇，咁但係如果中4入嚟，我哋去到最後1年咧就會收翻1年嘅學費，而個學費咧係會需要睇翻大家剩翻幾多科未讀，我哋逐個學分去收嘅，咁喺今年咧我哋係120蚊一個學分啦，咁我哋計個數嘅，其實比佢讀1年係平嘅，最後收嘅錢係啊，即係唔會話我哋而家中6咧讀1年咧係2萬幾蚊咯，我哋中6嘅課程讀1年係2萬幾蚊，但係我哋計個數就遠遠唔使2萬幾蚊咯。但係我哋一般嘅説法都會話，如果中4入嚟嘅，我哋會收翻1年學費；中5讀完中5入嚟咧，就會收1年學費咯。咁我哋見到近年嘅趨勢咧係多咗中4嘅學生讀完之後，可能佢哋覺得我真係試過 DSE 嘅課程唔適合讀啦，多咗中4學生跳過嚟嘅。咁我哋都歡迎嘅。咁但係學生咧，如果中4跳入嚟，好似讀多咗1年嘅課程咯，亦都用多咗1年免費教育咧。但係嗰年嘅學費就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因為都唔會去到2萬幾蚊嘅。我哋見到都幾千蚊至到1萬蚊不等啦。咁但係亦都想同大家提一提咧，我哋入嚟 VTC 咧，其實我哋有學費，即係如果有經濟上嘅壓力啊，或者經濟上嘅需要咧，我哋都有 VTC 嘅學費減免嘅計劃嘅。咁大家亦都可以申請入到嚟，所以就唔會因為即係財政壓力而冇書讀咯呢個。咁睇下 Kitty 有冇補充？咁我都補充少少啦。咁學費頭先 Edwin 講嗰啲咧，都係睇職專國際文憑咧，都係一樣咁樣去計算嘅。咁至於咧頭先提到有啲材料費咧，我哋呢邊咧就有一個嘅叫做 BTEC 嘅註冊費，因為我哋 BTEC 嗰個咧係一個英國嘅認證嚟嘅，咁所以英國嗰邊咧係會收翻一個嘅費用啦。咁嗰度咧大約就係2000零3000蚊左右。咁我哋咧就係會入學嘅時候收取呢一個嘅費用。咁另外一個費用咧就係考 IGCSE 嘅費用啦，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公開試，好似大家要去考 DSE 嘅話，都要交一個 DSE 嘅考試費。咁我哋 IGCSE 嘅費用咧就會喺考嘅時候收嘅，咁就會喺2年級嘅時候收取嘅。唔該晒兩位，請大家可以就座啦。好啦，咁我哋咧今日都嚟到咧座談會嘅尾聲啦。好，咁再次咧多謝各位咧今日參加我哋嘅活動，祝大家有一個愉快嘅下午。拜拜。